習大方接受，同行時要殿後，誰冷落舊朋友？節日約我三位一體的慶祝，沿途明亮燈飾閃映着沉重，言談越熾熱，內在更冰凍。誰當初無心將兩方撮合，然後留低只得這寂寞日，仍是你們密友，呆望你們熱吻，應該傷感還是快感？能迴避嗎？我怕了，當那電燈膽黏着你們，來來回委曲中受難，一個我被撇低，卻又很不慣，要走的一剎又折返。能承認嗎？我故意當那電燈膽，他日你們完場時入就一不能，善良人還藏着最壞的心眼，妄想一天你們會散，會說我愛。身份可應該滿載，情人還是知己都湧入懷抱，同情或眼淚讓別個得到，留低的原因一世的秘密，其實明知只得我是愛人，仍是你們密友，呆望你們熱吻，應該開心還是痛？能迴避嗎？我怕了，當那電燈膽黏着你們，來來回委曲中受難，一個我被撇低，卻又很不慣，要走的一剎又折返。能承認嗎？我故意當那電燈膽，他日你們完場時入掣一不能，是男人排藏着最壞的心眼，妄想一天你們會散，會說